让我们一起来领受上帝的话，记载在新约圣经马可福音6章30到44节。马可福音第6章30到44节，和本圣经是在新约的第55页，其他版本请看荧幕。使徒聚集到耶稣那里，将一切所做的事、所传的道全告诉他。他就说：“你们来，同我暗暗的到旷野地方去歇一歇。”这是因为来往的人多，他们连吃饭也没有功夫，他们就坐船暗暗的往旷野地方去。众人看见他们去，有许多认识他们的，就从各地步行，一同跑到那里，比他们先赶到。耶稣出来，见有许多的人，就怜悯他们，因为他们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，于是开口教训他们许多道理。天已经晚了，门徒进前来说：“这是野地，天已经晚了，请叫众人散开，他们好往四面乡村里去，自己买什么吃。”耶稣回答说：“你们给他们吃吧。”门徒说：“我们可以去买20两银子的饼给他们吃吗？”耶稣说：“你们有多少饼，可以去看看。”他们知道了，就说：“5个饼，2条鱼。”耶稣吩咐他们，叫众人一帮一帮地坐在青草地上，众人就一排一排地坐下，有100一排的，有50一排的。耶稣拿着5个饼、2条鱼，望着天祝福，拨开饼递给门徒，摆在众人面前，也把那2条鱼分给众人，他们都吃了，并且吃饱了。门徒就把碎饼碎鱼收起来，装满12个篮子，吃饼的男人共有5000。我们今天请到更生教会刘世春牧师来讲道，他所要讲的题目是5+2大于等于5000。各位弟兄姐妹，大家平安。请你跟你隔壁人讲，见到你真高兴。感谢上帝的恩典。离开这边，这个是第2次站在江南教会的讲坛。大概25年前，曾在这边当过神学生。在那25年前的当下，我还跟现在任职的几位同工，那个时候时常就是住在教会的4楼，活动在教会的地下室。有一件事是没有变的，我们教会在关怀年轻人的事工始终如一。记得那个时候多少年轻人每一天几乎都是在教会这边读书，我们教会提供的这样的场地，时至今日依然如此。愿上帝的恩典再一次高抹，也大大的祝福，让我们教会在整个事工上面，不论是我们50几年的事工，以及我们聘牧的事工，都蒙神的喜悦，也能够早日看到神的恩典在我们当中。愿神的恩典再一次祝福我们，也感谢我们的教会喜牧师以及我们的小会，让更生教会有这样子的机会来这边分享教会建堂的意向，跟我们一起分享上帝的恩典。请我们一同低头来祷告。爱我们的父神，在你面前我们献上感恩，因着你的爱，让我们能够在你面前；因着你的爱，让我们不分是在西部是在东部，因为在你的面前都是一家人。愿你的恩再次高抹我们，让我们敞开我们的灵，领受你的话语。愿你的话语再一次高抹，让孩子口中所传扬你的信息，能让说的听的在你面前得蒙赐福。祷告祈求都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今天我们所读的经文马可福音所讲到的是一个5饼2鱼的故事。在这个5饼2鱼的过程，是圣经里面在4福音书里面唯一一个每一卷书简都提到的。你在马太，你在马可，你在路加，你在约翰，像今天我们是引用马可福音。为什么这件事件会在4个福音书里面一再的重复？或许我们觉得它就是神迹，
对，它的确是神迹。或者我们觉得说这个故事很动人，对，这个故事很动人，但是让我们能够更清楚的从4个角度来观看到这个神迹它背后所要给我们的教导是什么。我们看到这个故事，它是记载这样讲说，当耶稣跟他的学生要再一次一起聚集的时候，众人知道耶稣要来，他们就开始跟着耶稣走，看着耶稣。因为那个海我们称为加利利海，其实它并不是很大，所以大概人家知道从这边上岸到哪边去，因为就几个码头而已。所以当他们知道耶稣现在从这边搭船，就看着他，因为离那个沿岸不是很远，大家就看到在那边，在那边，众人就开始跟着，他们期待能够见着耶稣。那耶稣带领这一群学生到底要做什么？或许我们会觉得说，那就是一个平常的聚集。其实，当我们从圣经的它的前文后文我们看的时候，其实这一次的聚会，严格来说可以说是一个退休会。为什么？因为在这之前2件事情发生。第一件事情，耶稣把他的门徒两个差派出去做传福音的工作。我相信我们教会特别在传福音的工作，从以前到今日，我相信依然在做。我也相信很多人也有到夜市、到市场、到外面传福音的，到公园传福音的经验。我不晓得当你传福音的福音单张拿给人的时候，你有怎样子的结果？我们大概都会回来做一个检讨，今天这一组怎样，这一组怎样，这一组怎样。那或许这一组回来，真的很棒，因为怎样，我们那个福音单张都发出去了。可能另外一个组的人回来说，我们也不错。虽然有一些人把我们丢在地上，但是我们还是完成我们的工作。可能有一组的人回来会讲，今天那一些人真的是没有眼光，他们都拒绝。其实，在耶稣的那一个时代，学生他们也是碰到同样的事情，他们去发福音传章，他们去宣扬上帝国的消息。当他们在宣扬的时候，他们碰到的一个挫折。耶稣期待能够再一次聚集众人，让学生重新调整，有的是被激励的，有的是被怎样被遗弃的，有的是在那边遭受到困难的。耶稣期待能够再一次的激励这一群人。第二件事情，之前我们讲的只是被拒绝而已。第二件事情，当我们看圣经的时候，你会看到一件事情：施洗约翰怎么了？施洗约翰被砍头。他的头被端在盘子，在众人的面前。那请问你，施洗约翰在做什么？施洗约翰在做什么？传上帝国的消息。他是不是在传福音？所以，简单的说，传福音不只是被拒绝，而是会被砍头。所以，当耶稣再一次聚集他们的时候，是期待能够激励这一群学生，让他们知道，在这一个福音的宣扬福音的事工上面，我们可能会碰到很大的事情，甚至于我们的生命也会碰到挑战。就在这样子的前提下面，耶稣要聚集他们，期待能够为这一些学生做一些激励，期待他们能够再重新出发的时候，能够领受上帝的恩典。但是当他们还来不及吃中午，他们还来不及聚集的时候，当他们下船的时候，众人就把他们怎样围着，然后就导向一个地方。众人就在那个地方，他们期待听耶稣分享，他们期待听耶稣教导，他们期待能够在那边领受上帝的话。他们就这样子把耶稣怎样一直挤着，耶稣就开口教导他们。当耶稣在教导的过程里面，有一件事情就在当下流失了，那个是时间。学生中间的一个告诉耶稣说：“耶稣，你看，已经黄昏了，请散去众人，让大家回去，然后还是能够到附近去买个东西吃。”我们圣经里面讲的20两，那其实原文的意思应该是200个银子。200个银子去买东西，学生说：“那岂不是要用200个银子20两去买东西给他们吃？起码不是这样子就够。
在这个当下，我们看到学生问耶稣以后，耶稣说：“你们给他们吃。”学生在那边纳闷，我们用什么给他们吃？但是因为耶稣交代，他们就下去问。结果，圣经告诉我们说，有一个这边有怎样？有5饼2鱼，是谁给的？马可福音没有告诉我们。但是你看约翰福音的时候，他说有一个小朋友，他把他身上的5饼2鱼给怎样？给煎出来。他说我这边有这个5饼2鱼，就在那个当下，成为耶稣向天祝谢以后成就的一个恩典。我们看到这样子的故事，到底故事的里面，他要给我们所学习到的是什么？我们看到耶稣当他要拿饼祝谢的时候，他请学生让他们一帮一帮，有的100，有的50，就坐在那边。然后耶稣拿着5饼2鱼就祝谢，拨开给众人吃。当众人吃了以后，圣经描述说，总共还捡了所谓的饼碎、鱼碎，总共12筐，然后开始数点所有的人，总共是5000。各位弟兄姐妹，在刚才牧师所说的数字里面，有什么？你们听到的有什么？数字里面有什么？有5饼2鱼，好来52，还有5000，还有12，还有100，还有50，够能吧？有没有5001？没有。但是牧师的今天要跟我们分享的题目是5+2，它是等于5000。我们都知道了5000，但是它是大于5000。为什么它会大于5000？因为最后一节44节告诉我们怎样，他放了一个伏笔。他说只有算男生就有5000。那今天如果我们做礼拜算男生，现在有几个？而且男生还要算那个18岁、16岁以上的哦。那可能我们教会里面，当我们要算这样子的人数的时候，我们会少了多少？少了将近1/3。那所以照圣经学家来讲，基本上在这样子的当下，有多少人在那边？起码超过1万。所以5+2在数学上它是一个等于多少？等于7。3岁的小孩子他都知道，但是在神的面前，上帝的数学不是这样子，它是5+2，它是大过于5000。在这样子的很熟悉的故事里面，我们看到的几件事情，让我们重新来思考，让我们重新来学习。第一件事情是一个生命的动机，什么动机让这一次的神迹能够在这个当下来产生？或许我们会觉得，就是要看耶稣。为什么要看耶稣？这个动机是什么？我不晓得你今天来到教会，你的动机是怎样？可以来这边看到1个礼拜可以看到1次的弟兄姐妹，你知道吗？这一群人，他们的动机是怎样？他们期待能够看到耶稣，他们期待能够见到耶稣。为什么？因为要听他的教导，因为他们耳朵曾经听过，他们的眼睛曾经看过。这个人不简单，他能够让瞎眼得以看见，他能够让瘸腿可以走路，他能够让所有那一些身体有病痛的，经着他的祷告、祝福、医治，得到健康。他们的心里面何等的渴慕。他们觉得这个人他的教导不一样，他竟然在他的口中所讲出来上帝的话语，能够这样子的激励人心。各位弟兄姐妹，难道他们没有律法教师吗？难道他们没有拉比能够教导他们吗？有。但是为什么圣经上面告诉我们，阿摩斯说，人饥渴不是因为没有东西吃，人渴口不是因为没有水喝，乃是因为他们的心里没有上帝的话。我们看到耶稣他口中所说出的上帝的话，再一次的激励，让每一个人期待能够看到他，让每一个人能够期待能够见到他，让每一个人期待当他在一次的交集的时候看到神的恩典。所以他们把握住这个机会，他们愿意看到耶稣的时候，他们就跟着来到耶稣的面前，他们期待摸着耶稣，他们期待从耶稣的口中看到生命。各位弟兄姐妹，我们看到在这样子的里面，一个动机促使了这样子的事情。
群众的动机是这样子，耶稣的动机是怎样？耶稣的动机，圣经告诉我们34节说，因为耶稣看他们如同没有牧者的羊群，当他们渴慕的时候，耶稣就到。各位弟兄姐妹，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信息：当我们渴慕要见着耶稣的时候，神的灵就在。当你渴慕要见到耶稣，像这一群人，他们渴慕期待的时候，耶稣就改变了他的心意。耶稣原本是期待要往前走，要到旷野，要到那边跟他的学生做一个退休会，但是因为众人的渴慕，改变了耶稣的心意。因为你的渴慕，改变了神的旨意。当你到神的面前，当你每一次渴慕的时候，你会看到上帝的恩典就在你的身上展现。各位弟兄姐妹，你的动机是什么？你的动机可以改变神。当我们看到这一个故事里面，给我们一个第一个启示，是一个动机。当这一群人愿意的时候，当这一群渴慕的时候，耶稣的眼睛看到了，耶稣就动了恻隐之心，耶稣就怜悯了他们，耶稣就把他的脚步停下来。时间流逝，但是耶稣没有让这一群人他们的生命在那一个当下他们流失。这个是第一个让我们看到的、学习到的启示。第二个，我们看到的是在这个故事的里面，我们看到了是一个爱的行动。或许我们会觉得说，这个就一个神迹而已嘛。但是你知道吗？当耶稣面对学生说：“耶稣，老师，请他们离开，因为让他们到附近的乡村去买东西来吃。”耶稣说：“你给他们吃。”学生马上，请问，如果你是那一个他的学生里面，你会怎样？你会怎样说？怎么可能？但是里面的一个学生，他的名字说：“末会我们要用20两的银子给他。”那个人叫什么名字？在这边没有告诉我们。在约翰福音告诉我们，那个人是腓利。那你可以直接上腓利他是怎样？他好像我们今天的精算师，他一看到这样子的人，他哇，20两银子，200个银子，晓得200个银子是多少吗？那个时候一个男丁一天的工资就是1块，200银子就是要200元，200元就是要等于半年，他不吃不喝不用，把这些钱留下来，他才足够让那一群人吃饱。这一个精算师，他是拿着算盘在那边，现在可能拿着计算机、拿着手机在那边，他马上算出来。但是耶稣说：“你让他们吃。”学生就开始下去：“你这边有可以吃的吗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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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”问这个，问那个，问那个。突然之间，安德烈他说：“这边有什么？”因为有一个孩子说：“我这边有多少？5饼2鱼。”为什么这个孩子他做这样子的一个励志？他把他的5饼2鱼拿出来，因为他听到耶稣说要爱，要分享。当你领受了神的爱的时候，你要分享；当你见证了神的爱的时候，你要懂得回馈。所以当我有的时候，我愿意把我自己的些许摆上。5饼2鱼有多大？或许我们会觉得说，哇，5饼2鱼可能很大，但是我们不晓得那个5饼2鱼，因为约翰福音告诉我们说的那个饼是怎样？大麦饼，大麦饼。我们以为说，哦，那个饼可能很大很大很大，结果约翰福音书里面的原文，大麦饼是怎样？大麦做的饼干。那请问有多大？大麦做的饼干还是这么大，不是大麦饼。所以基本上那一个饼干还是一个大麦，他是说它的值是大麦做的。请问大麦做的饼干在那个时候是怎样？是贫穷人家在吃的。你就可以了解说，这个孩子
他的背景是怎样？他的背景是一个贫穷的孩子，他们家仅能够用大麦来做饼干，大麦是不能献祭的，要用小麦才可以献祭。结果这一个孩子，他们家仅能够用大麦来做饼干吃。那你或许说，我说我要给啊，那有我们这边石门水库那个鱼啊，还有2条鱼啊，可以1鱼20吃30吃。对不起，圣经原文告诉我们，那2条鱼是什么 ？M A 啦，洗呢，就是腌制的，所以它只是这么小的鱼。那这个孩子当他听到的时候，他愿意把他自己的些许摆上的时候，够不够？他没有想到够不够，他只知道说，当我摆上的时候，神必定会让这件事情不一样。当你是学生中的一个，那一个人名字叫安德烈，他看到这样子的情境的时候，他毫不犹豫，因为他知道事情要改变，他知道这件事情在神的面前，在耶稣的手中定然成就大事，所以他就把这一个摆上。这个是我们看到第二个让我们能够得到的启示，一个分享的爱。当我们看到一群人的动机可以改变神的心意的时候，我们看到当人愿意用他的行动来回应神的爱的时候，我们会看到第3件事情就在这边产生，成为一个分享共鸣的爱。爱是能够被感染的，爱是能够被共鸣的。或许大家会在想说，那5饼2鱼在神的面前，当耶稣祷告以后剥下来的时候，他就怎样分给众人。我们看圣经里面有这样子一段描述，耶稣让他们一帮一帮40节的地方，耶稣让他们一帮一帮坐在哪边？坐在哪边？青草地。那之前他们往哪边去？之前他们往旷野。旷野是一个偏僻的地方，旷野是一个荒凉的地方。刚才我们的起因文第6篇诗篇23篇怎样告诉我们？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他必使我怎样躺卧在，他必怎样领我到可安息的水边。我们看到原本大家是在旷野，但是有耶稣的时候，他们就是坐在青草地上面。当我们看到原本是应该饥饿的，但是因为有耶稣的时候，他们得以饱足。那我们看到当人回应神的爱的时候，那一件事情改变的。有耶稣的时候，他能够让人在困境的当下，他坐在青草地上面。当人饥饿的时候，得到耶稣的喂养。我们看到这一群人，当耶稣拨饼下来的时候，他们得到了喂养。那或许我们会觉得说，什么事情在这边当下发生？你或许会说，这个满满的神的恩典。然而，也有圣经学家这样子分享说，在那个当下，这个孩子所带的是什么？严格来说，他的5饼2鱼是什么？他的便当。用今日我们来讲，是他的便当。他把他的便当分享出来了。这一个小朋友他带了便当出门，请问，如果那一天你也在那边，你是大人，你会不会带着你的便当？你或许也带了便当，或许你会觉得不一定啊，我不一定要带便当出门。但是犹太人他们在他们的信仰的捷径里上面，他们不随便在外面吃东西，所以当他们知道今天出去的路程大概可能会碰到事情的时候，他们不一定他们会自己预备东西。所以你就可以了解说，当这个孩子他的身上有一个便当在那边的时候，可能很多的人他的里面也带着这样子的东西。所以当他们分享的时候，当耶稣开始擘饼的时候，把那些饼从学生递到每一个人的时候，要给你的时候，你会怎样？要加码我这边也有，好不好？我这边也给你。那一个也分享了，那一个也分享，那一个也分享了。耶稣继续把那个饼拨，他在拨的当下，那一些人开始感动了。他看到这个小朋友的饼就在那边拨下来分享的时候，更多的人愿意把他自己的东西一起分享在那边。当他们分享的时候，我们看到神的恩典就在那边串流着。这个共鸣的爱让他们看到神满满的恩典。各位弟兄姐妹，这个我们看到的一个动机，
我们看到了爱的行动，我们更看到借着一个回应感染了所有的人。你回应了神的爱，我也回应了神的爱，他也回应了神的爱，就看到每一个人被供养，每一个人被喂养，每一个人在那边，他们不至于饥渴。圣经说，不仅仅是他们吃饱，还剩下12筐。在这边我们都看到神的恩典。晓不晓得5000人是多少？是7的714倍。7是圆满的，14是7的乘2，所以是一个完备的，是一个 double 的完全的一个。他用5000人来象征714倍。各位弟兄姐妹，或许在这边你会觉得说，这个是一个古老的故事，但是这不仅仅是一个古老的故事。在时日今当下，在2008年的时候，美国一个孩子，他叫凯撒琳。这凯撒琳，当他听到在非洲有人没有东西，他会因为没有帐篷、没有蚊帐，以至于他30秒会死一个人，他就开始发动了一个募款。这个故事这样子的，那个孩子他还是6岁的时候，他是一个读幼稚园的小朋友。当他有一天在看电视的时候，他怎样？1、2、3、4，他听到消息说，每30秒就有个孩子死掉，每30秒就有个孩子死掉。那一天晚上，他妈妈回来的时候，他就坐在那边看电视，他就心里数着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然后数到30的时候，他就这样嘎伦顺了，然后接着开始1、2、3、4，又30秒的时候，他又这样抽吸一次。他妈妈奇怪，这个孩子怎么你怎样了？他说妈妈，非洲现在死一个孩子。他又算30秒，又死一个孩子。他妈妈说你怎么知道？我看电视他报道。他妈妈马上在电脑上面查询，一看到原来在非洲有一个地方，他们真的疟疾很猖狂，蚊子会传染。当蚊子叮到的时候，他们就疟疾，因为没有医药，30秒就一个孩子死去。他就开始从一个小朋友，他就号召，从他的家庭里面，从他的学校、幼稚园里面，他开始募集。开始不是很顺利，但后来他募集到了很多，甚至有一次他写信给比尔盖茨，比尔盖茨他就写信说：“比尔盖茨先生，听说全世界的钱都在你那边，那好不好？你可不可以帮助非洲的这一群学生？那些孩子他们没有办法生存。”比尔盖茨后来捐了3万美金。这件事情后来成就了现在在非洲叫做凯撒琳蚊帐村。有多少人因为这个小孩子，他愿意回应神的爱？当他看到了他恻隐之心，他灵敏的成就了这一件事情。各位弟兄姐妹，在你我的生命里面，我们或许会觉得我们算什么？我们仅仅是这么些许能够做什么？但是神通常借着人的有限看到无限，让你的有限成就在神里面的无限。神会借着你的有限成就无限。今天刘牧师就像那一个安德烈，我把更深教会这一个小朋友带到我们当中。我们更深教会在台东，有的人讲说，更深教会跟更深团契有没有关系？只有2个关系。第一个，跟深一样；第二个，我们都在做福音事工，但是我们不是在做监狱的事工。我们就像我们教会，我们叫做迦南教会，那我们叫做更深教会，因为我们靠近更深路，台东有一条路叫做更深路，所以我们叫做更深教会。所以实际上有人会问我们说，你们教会是在关心那个监狱的事工吗？我们也有在做，我们也有在关心，但是我们不是直接在参与监狱的事工。我们教会49年的历史，我们在整个东部，当我们开始被设立的时候，我们是在东部，就是我们今年是社教150周年，在100周年的时候，我们被设立。在设立的当下，我们教会
是从我们的母会分设出来。我们的母会帮我们建堂建好了，然后用中山路把它割开，然后一群人就到这边来聚会。我们就这样子开始了我们49年，感谢神，我们教会进入50年，我们教会今年是49年，我们是1966，我们教会是1965，我们教会是1966开始被设立，我们就在那个当下开始写更深教会的历史。在这过往的49年的历史里面，我们做了我们被分社所交代的工，我们成为了台东的祝福，我们成为了整个东部的一个宣教的一个据点。时至今日，我们依然如此。在过往的生命里面，我们教会一直再而再成为更多到东部，不管是南移的弟兄姐妹，当他们来到东部，来到台东看病或者是就学，没有办法回去的时候，我们教会就成为他们下榻临时的客房。当台东的教会没有地方可以聚会的时候，2003年外教派的协同会，当他们没有办法聚会的时候，因为 SARS， 他们没有办法聚会，因为教会在建堂，他们借医院，他就问我们说，刘牧师可不可以借我们教会？我说好。那我们是协同会呢？我说没有关系，重要的是你们信上帝，欢迎到我们教会来。他们就在我们教会做礼拜。灵粮堂，当他们碰到他们有问题的时候，他们问我说，刘牧师可不可以借你们教？我说好。我们是灵粮堂，我说你们有没有信上帝？他们说有，那就进来吧，让上帝的殿能够成为每一个人的祝福。更深教会一直到现在都是如此。我们也期待，当我们碰到我们教会在整个结构上面有问题的时候，当我们碰到我们教会在整个空间有不足的时候，我们开始计划建堂。我们期待在建堂的过程里面，成为更多台东人的祝福。我们接着在我们整个建堂的里面，我们要看到上帝的恩典。在这一次建堂的事工里面，我们地下是1楼，我们地上是5楼。那或许我们可以从影片里面做一个简单的一个介绍。这个是我们过去的一个教会。这个是我们翻修以后，一直从1991到2006。接着，这个是我们在翻修的过程。接着。后来是这样子的，哇，还有真水呀！这个叫做拉皮，因为里面有问题的，所以拉皮。请继续。教会的简史，我们刚开始从1966年7月20号开始我们的献堂礼拜。继续。这个是我们当下那一天礼拜的情境。这个是当我们过年过节的时候，我们有多少人是在西部？当我们过年过节的时候，你看到后面写的恭贺欣喜。过年的时候，我们大家回来，我们大概要有250个人。这个是我们教会开始在拆的时候。那这个是从2003年开始，我们的教会每一年的圣诞节就是这样子的，请继续，就是这样子的布置，整条街大概200公尺，我们就这样子布置起来。借着这样子的活动，我们邀请人到我们的教会的广场，让大家能够到更深教会，让更深教会的广场成为大家愿意停留的地方。这个就是我们在圣诞节的服事，在每一年的圣诞节，我们看到更多的人愿意在我们教会里面。我们期待教会能够成为众人的祝福，也期待他们能够在这边摸到上帝的恩典。这个是我们教会从过去到现在成为整个台东的祝福。那台东到现在没有一个营地，我们也期待在我们的教会新的礼拜堂建造完成以后，我们可以提供这样子的一个机会，让我们教会成为东部很多教会他们能够做大型礼拜的地方，也期待能够让西部的教会要到东部做旅游的时候，我们能提供一个灵修的空间，让大家在那边能够敬拜上帝。这个是我们教会的完成图，我们用这样子的礼拜堂要来呈现在神的面前，献上我们的感恩。那这个也是我们需要到各教会来做这样子的一个募款跟意向的传递。我们教会期待能够成为众教会的祝福，我们教会期待能够当我们要建堂的时候，我们也可以
花个很少的钱建个一个礼拜堂就好。但是既然是要神的殿，我们期待我们更大的努力，我们更大的付出。所以在东部的我们几乎都是作农的弟兄姐妹。在这样子的作农弟兄姐妹，我们这几年我们大概累计了我们的经费将近6000万，我们整个建筑经费要到1亿。在这样子的过程里面，我们期待能够有更多的一个祝福，能够成为台东每一个人他碰到神的地方。所以我们感谢上帝的恩典，能够有像我们教会这样子，我们来到这边分享教会的建堂。在这样子的建筑物里面，我们是用这样子的地下室，我们是要成为我们的基本的一个机房，然后文艺1楼是我们的办公厅办公室，然后开放空间，我们期待能够在1楼有更大的空间，能够接纳更多的人在那边做活动。2楼是我们的主日学教室灵修馆，然后3楼是我们的副堂团契，然后灵修会馆。4楼、5楼是我们的主堂，我们期待能够建造一个起码容纳350个，然后在4楼、5楼，就像我们这样子，这个就是我们的4楼，上面就是我们的5楼，然后接着我们在檐顶上面那个檐顶的设计是成我们的历史馆，然后旁边这一些插图就是我们要义卖的。我们期待能够借着这样子，在总的经费上面，我们还有整个的活动里面，我们期待能够借着这样子的意向分享，得到众教会为我们奉献，也期待借着义卖品，待会在1楼的地方，我们有教会的义卖品我们义卖品有平安的十字架，就像牧师胸前挂的这一个十字架，还有木头的可以挂在家庭里面。在东部的教会，大概当我们在教会圣节礼拜的时候，我们就用平安的十字架放在原本新民多瓦丁塔，期待成为一个除偶像后的一个记号。我们也借着这样子带来更多的祝福。那个仪是耶稣仪，然后上面写着那个希腊文上帝上帝的耶稣基督是主，让这一些都是我们在义卖的。然后最后我们在这样子的活动里面，我们有一个黄角石的运动。这个黄角石的运动，我们看到上面的荧幕上面，我们教会总共割了800块砖，那一些砖我们称为黄角石运动，因为我们教会在整个募款的资金的流量上面，我们仔细的精算过，大概我们还会少4000万。然后在这4000万的里面，我们每一块就是5万块。我们期待教会的弟兄姐妹，若你有5万块，能够借教会，然后我们预计从2020年开始还款到2025年，我们能够将这一笔钱，就是你们借给我们教会的无息的这个5万块，我们开始每一年用抽签的方式，然后来归还大家。这个是黄角石的运动，我们也期待借着这样子的运动，看到神满满的恩典在我们身上。这个是做这样子的一个分享，愿上帝祝福我们教会，也期待我们能够跟着我们看到神的恩典，让我们能够有机会让更深教会在东部的地方成为上帝爱的出口。愿上帝的恩典高抹在我们身上。最后，我们要祝福我们整个江南教会，让神的恩典在你们的身上满满的恩典、平安与喜乐。那每一个弟兄姐妹，或许我们在我们的生命里面，我们都一直期待能够得蒙神的赐福，但是当我们期待我们能够经验到上帝的时候，那是不是你愿意把你自己也来经验，让神在我们的有限的生命里面，让我们做大上帝的恩典在你的身上。或许对你来讲，这个是1000、2000、500、200、1万、2万、5万 ，OK。但是在神的面前，当你摆上的时候，他是成就了一间教会。愿神都用我们的有限来成就他的无限。最后在这边，那代表我们教会来赠送一支我们这一支平安的十字架，来感谢我们教会接纳我们，也分享这样子的意向。愿神的恩典满满的祝福在我们教会，愿神的平安与我们同在。就请李牧师来代表教会来接受。
好不好？让我们再一同来唱《活出爱》这首诗歌。有一份爱从天而来，它比山高，比海深，测不透，摸不着，但却看得见。有一份爱。有一份爱从天而来，比山高，比海深，测不透，摸不着，却看得见。因为有你，因为有我，甘心给，用心爱，把心中这一份爱活出来。耶稣的爱激励我，敞开我的生命，让自己成为别人祝福。耶稣的爱点燃我心中熊熊爱火，我们一起向世界活出爱。由天而来，比山高，比海深，测不透，摸不着，却看得见。因为有你，因为有我，甘心给，用心爱。我不去用这一份爱活出来。期待耶稣的爱再一次激励我们，让我们愿意在我们的生命里面，让自己成为别人的祝福。让神的爱再一次激励，让他的爱再一次点燃我们，让我们愿意将我们的仅有在神的面前摆上，我们一起向世界活出爱。我们一起向世界活出爱，我们一同低头来祷告。爱我们的父神，谢谢你，在你的话语里面，我们看到盼望；在你的话语里面，我们看到恩典；在你的话语里面，我们知道，当我们愿意把我们自己摆上的时候，父神，虽然我们是些许，虽然我们是仅有，但是这些些许、这些仅有，却在你们面前成为一个无限。激励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，让我们更愿意投入教会的服事，因为当我们投入的时候，神的恩典就在我们身上，让我们看到你用我们在每一个地方。当我们愿意将我们的所有在需要的地方摆上的时候，父神在那个地方看到你满满的恩典，在你面前献上我们的祈求，摆上我们的感恩，都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